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咱做伙来吟诗，新圣诗207首，旧圣诗11首。会众请起立。咱做伙用上帝十条诫，告白咱的信仰。请献起信息的头一面，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。来，第一诫。第二诫。第三诫。第四诫。第五诫。第六诫。第七诫。第八诫。第九诫。第十诫。会众请坐。咱做伙来交读经文第43篇，请掀开信息的后壁面，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。我来刻，请会众来吟。伫迄日，你会讲。虽然你有对我生气，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，主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伊是我
这声。伫迄日，你会讲。将伊的所作伫列邦播扬。恁着手竿称赞上主，做伊做的真。踮伫西安的人啊，着欢喜唱歌。咱做伙阿头来祈祷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保守我们一个礼拜的平安。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要用最美丽的歌声来称颂你。虽然天气的变化让我们身体感到不适，但总有你的保守，在你的恩典中，让我们都平安的度过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孩子，虽然我们和一般人一样，为了努力生活，我们一样会有不顺的时刻，可能有工作的、课业的、家庭的、朋友的各种的难题。但因为有你的教导，我们才知道，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困难都摆在祷告中，你将成就这事。主啊，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凡事都依靠你。愿我们所做所行所祈求的都属主的喜悦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此时请新歌队诗班来学录，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《主你的圣饼为我劈开》。第二首是《永活真神》。
感谢信歌队诗班为咱带来美好的歌声。讲首上帝的话，咱做伙来讲读上帝的话。今仔要看圣经是《约书亚记》23章9节到13节。咱有带圣经兄弟，请掀开256面，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，咱做伙来读。因为耶和华已经用大更硬的引擎刮出，到你那里，我只然给条一定的引擎，并且被刮掉一千人，因为被领导者是耶和华领的兄弟，叫你所对你讲的，领着大花家己引擎，也要花领的兄弟，领那勇敢得力，加上你领勇敢守顺在背时的人，家己一起三角过来，领着他实在，要花领的兄弟，也好我们各种在背时对领的引擎刮出，总是因为家最领的功劳刮到。怕领辛苦的机会，办起来的事，一到领对了花，领兄弟所修出领这个特别的内容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照伊的话来行的人。今仔日牧师对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上主为你们征战。上帝必定为恁征战。咱三同心来祈祷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三较自持，主阮知你听阮，也敬选阮。阮诚侪你的囝儿，你的查某囝，阮伫遮敬拜，也伫遮服侍。当只是要对你的话，伫遮三较来分享。靠你的神充满伫阮，阮会当用心用神伫遮来敬拜，来听谈。来明白，更加对你的话，互阮得到激励，伫阮的生命中，阮的生活内面，伫遮来坚守。主，阮要对你的话，伫遮三角是看你特别甲阮三角伫地。阮要伫遮开始大声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这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上帝，对2020年，全世界突然爆发这个 COVID-19 啊，咱讲叫做新冠肺炎哈，还是 Omicron 哈，后壁这个所变化出来，这个传染病，到伫今年2023年已经得到控制。咱知影对咱5月开始，政府已经公布，已经安那，毋免搁安那戴口罩啊。咱以前坐捷运爱无？啊，即摆爱无？毋免啦吼。不过咱已经习惯啦吼。当然戴口罩一个好处啦，较袂去着啥物，即摆讲较严重哦，传染病、感冒啦吼，也是讲遮有诶无诶迄个病吼。其实牧师若骑奥多摆若上爱安那戴口罩吼，对家己诶身躯有真大诶帮助吼。总然咱知影这几年啊，咱已经开始咧恢复咱诶生活。总然这几年吼，对伫疫情啊呐。其实有真侪人活伫即个焦虑甲恐慌的中间，特别啊，即个焦虑甲恐慌对伫即个病情深深印伫人的心目中。底下有真侪人啊，得啥物忧郁症啊，还是焦虑症啊、恐慌症，即种啊去病院看医生的有增加袂少。所以咱知影对医学的角度来看。人的焦虑、恐慌，是因为安那？是因为对现在以及未来要会发生的代志安那，感觉这种担忧啊。所以一句台语安那讲？讲安那？带等吼，还未发生就安那？就带等吼。
我会记得我迄阵伫学校吼，也不过小咧服务吼，因拢有一个叫做注什么预防针对无？特别细汉囡仔吼，若听到讲要注射吼，就安怎？敢注啊？啊未注就开始吼，啊若即个好，啊迄个安怎？就对个好吼。我印象就是，啊牧师就迄阵咧甲因服务的，我甲讲一项，这吼注射就敢叫啥物定着，你敢知？蚊啊啦吼，你捌叫蚊啊定着无？啊你有感觉安怎？其实无感觉安怎，是后来才会上啦吼。定的时拢无感觉安怎，后来才会上吼。所以就敢若蚊啊定着吼，所以免惊。哦，安尼甲心理辅导了，即摆拢袂哭呢吼。咱就知影讲，即个心理的辅导真重要，对话的即个气力也真重要。所以咱毋免伫遐踹等吼。伊将对担心、恐慌所产生超过咱的心灵所会当负担的即个大大的压力，吼，就好像呢，伫咱的心内放几啊粒的大石头，对咱的家己的身躯会造成即个伤害。啊，有时去看医生吼，个查袂出啥物病因吼，到底啥物原因毋知影，总一直感觉袂爽快。你家伫咱的生活中产生真大的困扰。所以咱即摆讲心理病吼，伫现今的社会真多吼，这精神各方面出代志吼，咱爱真适应。所以咱爱知影讲，咱有一个碗裤，毋免伫即个负担的顶面伫互咱伫遐拄着这恶地担当。这兄弟姊妹，咱知影咱人生充满了侪艰难，有真侪代志，毋是咱会当去预料的。如果事件会发生，那已经超过咱所会当理解，兼在超过能力所会当控制时，我相信就会带予人侪压迫、甲紧张性，你个会产生这焦虑、忧郁、甲恐慌，将危害人的心灵的平静。那呢，咱面对着这个未知的明仔载，阁要怎样呢？怎样来处理现今所拄着的困难呢？伫箴言第4章23节，咱用北京话代表紧啊，好来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迄上帝话呢？咱会知影，你得保守你的心，面对着环境，面对着这个未来未知的代志，你只有一项就保守你的心。赢过保守一切，因为咱一生的果效是对啥物？咱的心伫遮来产生出发的。所以伫遮讲，咱要保守咱的心真重要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。总是，咱要如何来保守咱的心呢？伫以赛亚书26章，以赛亚书26章3节，伫遮来讲出，互咱的心得到保守的秘诀是啥物？坚心挖苦你的，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，因为伊挖苦你。伫遐来讲，即个你，就是安那，就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就是咱所信的上帝啊，咱所捌的上帝啊，咱一定要坚心挖苦，才通保守咱的心。所以今日牧师要对约书亚23章来甲咱大家来分享。约书亚的一生，约书亚，咱知影，伊是一个伟大什么的战士啊？总然，咱知影，伊是天生的战士嘛？毋是哦，伊偏偏天生就是一个勇敢有信心的人。因为上帝伫遮常常甲讲你知影刚强壮大，只要刚强大壮大。伊可见伊的内心本来是啥物？是一个胆怯的、软的、真软的。我想咱每一个人共款，咱内心其实拢真软的，拄着代志拢真惊。所以一个惊、一软的人，要如何成做勇敢的战士呢？约书亚，伊的原名叫做何西阿，意思讲伊拯救，也是也是救恩。伫民数记13章16节咧讲，摩西就称论的囝何西阿做约书亚。
所以伫遮是摩西改哪，改名叫做约书亚。约书亚意思就是讲耶和华救主，也是耶和华救恩。咱这名会改变，这个名会改变，互约书亚对原本倚靠家己的这个气力、家己的能力，转往哪倚靠上帝气力，倚靠上帝的能力。所以伫遮咱要从约书亚伊人生，通甲分做3个阶段，伫遮来分享。这个3个阶段对什么？啊，牧师有讲，头一阶段伊是出世伫什么？埃及的以色列人，迄阵咧创啥？约书亚伫埃及伫遐做啥？奴才啊！所以头一阶段是做奴才的阶段，啊，第二段咧，军队摩西出来去旷野呐，磨练40年。第3个就是受竞选请做新一代的领导者，当然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允的地，在迦南地。所以讲第一阶段伊出世伫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咱知影迄时以色列人是伫埃及做奴才啊，所以伊生落来是啥物？都是奴才啊！兄姊妹，人生上无奈的一件事是啥物？你敢知？就是你无法度选择你的出世。当然有人出世就夹着这个金汤匙来出世啊，一生富贵无双。总是有人像约书亚共钱，一出世就敢若做奴才共钱。虽然无法度伫遮来选择，咱出世是要怎样的家庭，怎样的环境，总是咱会当家己决定，我要怎样来过咱的人生。所以伫约书亚人生的前40年，伊是伫埃及即个做奴才，每一工爱做苦工，过着真正无自由的日子。伊只甲求会当食会饱，食会饱就好。所以迄时的约书亚是一个点点无名的人，无人捌伊。总是牧师相信，伊毋甘心来过即种的日子，伊渴望会当得到自由，伊渴望会当拍拼。可能伫遮上帝听到伊的祈祷，差派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咱知影当时埃及是非常的强盛，法老王心阁真硬，所以即个奴才要离开，对埃及人来讲是根本无可能的任务。所以咱现在来看，上帝用啥物？用新约技术，降到即个10个灾下来处罚，不要以色列离开的即个埃及人。是最后呢，替埃及的种子，互因大大惊吓，法老才放以色列人出去，互因得自由。即个事，约书亚也亲捌看见，伊亲身也经历了上帝奇妙伟大的作为。这样姊妹，当你若拄着无法度料想的困境，会处在即个艰难的环境中，请问你的心是毋是犹原存在有即个水果好的愿望呢？敢有呢？这是真重要，咱的心态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咱知影，一个对未来若无愿望的人，伊可能就一天过一天，伊有可能逐工伫遐埋怨，有可能伊一生就咧空伫遐来度过。所以，如果你若看到你的未来，受制于全能的上主伫遐咧保守，伫遐咧看顾，伊听你的祈祷，伊要带领你离开即个做奴才的困境。伊应允你要有一个丰盛水果好的人生。那呢？虽然你目前处在即个困境的中间，犹原需要为了将来可能的出路做好准备。牧师捌讲我相信即马真侪人捌讲，机会是留给什么？准备好的人，对吧？你若准备好的时候，机会来，你就是你就让伫遐去轻松应付。请问，你为着将来不可以
你的未来，你做了什么款的准备呢？约书亚伊人生的第二个阶段，就军队的摩西伫遐来出埃及，并且伫旷野磨练40年。伊根本就毋捌预料讲家己会成做一个战士，总是伊顺服，伊愿意接受操练甲挑战。所以约书亚伫圣经中第一摆会出场，伊受到摩西的吩咐，挑选人出来甲那亚玛力人伫遐来征战。摩西伫这山顶伫遐那为着因来祈祷，最后约书亚用刀拍败亚玛力甲伊的百姓。出来记17章80到90的记载，所以这是约书亚第一摆出现伫圣经的中间。对当伊正做一个青年人的领导者，勇敢的战士，经过40年的磨练。伊正做摩西的接班人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。所以上帝应允伊讲：“你一世人，的确无一人会徛条伫你的面前。”约书亚1章第5节，你一世人的确无一人会徛条伫你的面前。这偌大会快乐，偌大的信心。所以，伫约书亚人生的第二阶段，伊做了一个真正有智慧的选择。第什么？就是军队摩西，正做摩西上好的帮助者。所以，当摩西上好的山底下来受律法的时，圣经讲到约书亚是摩西的军队者，也是安那，也是帮助者。所以，伫遮圣经讲，耶和华甲摩西讲。你就山就问我，踮伫遮，我要将石碑甲律法以及诫命，我所写的赏赐你，通教示因。摩西甲军队伊的约书亚起来，摩西上上帝的山，出来记24章12节到13节。伫出来记33章11节又搁提到摩西倒转来营内，独独。军队伊的少年人，论的囝约书亚无离开步兵，所以伫旷野40年的中间，约书亚一直军队伫摩西的身躯边，尽力尽心伫遐来服侍这位领导者。请问你的性命，是毋是有一位属灵的导师？就是这个引传者呢，这位属灵的导师是你所尊重、效法的对象嘛？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咱知影真侪成功的人，因真爱读这个伟人的什么传记？你敢知影？伟人的传记，恁有咧读无？恁若无咧读，拢无想要做伟人啦，还是无要做这个成功的人吼？这是一个真重要。一般成功的人。为什么？伊会效法伊安那成功的方式，记出因失败的经验。有一句话讲：近朱什么？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所以要成做怎样的人，伊就爱找到值得学习的模样。所以约书亚伊人生中间上有智慧的选择，伊就是伫遐安安军队摩西，伊学习摩西拄着困难。就伫遐来祈祷，还是摩西会谦卑甲顺服，还是摩西听上帝、听人的心，这个伊会当成做摩西的接班人，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进入迦南地，上帝所应允的地。所以伫遐约书亚上互人纪念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安那，就是伊当时代表以法莲的支派。甲另外11个人，对11个支派的首领受派，前往到迦南地去安那去探这个迦南地。等于迦南地带有啥物？大汉人，大汉人对，中文讲叫巨人，巨人。
所以其中的10个支派探做转去了，讲非常的消极的话。所以，伊这消极话引起以色列人非常的恐慌，非常的惊吓。是咪正人彼此伫遐讲啊啦？阮不如立一个首领，转去埃及。埃及什么所在？做奴才所在，竟然阁要转去呢，惊到要转去呢。所以，这个情况非常严重。到摩西亚伦必须伫遐呐，伫全会众的面前。拍落伫地，因为亲目看见百姓都要控制袂牢，所以面对这个危机，这种艰难危险的时刻，约书亚伊安那，伊伫遐甲另外一个探子，什么人？加勒啊，加勒。就是犹大支派的首领，两人呐勇敢站出来，对全会众讲积极的话。伊讲呐，阮所经过偷看的地是极好的地，耶和华呐欢喜咱，就要带咱呐到迄个地，将迄个地呐赏赐咱。迄个地是老年甲密的地，总是呐，你毋通背叛耶和华。也无得惊迄所在的百姓，因为伊是做咱的食面，伊是做咱的食面呢。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话吼。啊，这是互咱会当直接来看见讲即种的信心甲信仰。伊讲呐，个地因因呢已经离开因，有耶和华甲咱伫地。毋免惊，吼，咱毋免惊。民数24章70到90，吼，兄弟姊妹，你用什么眼光看代志是非常的重要。你用什么眼光看代志是非常的重要。相信什么，对啊呐，就会得到什么。哦，这是一个真特别吼。所以咱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敌。10个探子底下讲，阮是因的食面，我们是他们的食物。阮是因的食面，总是约书亚甲家己讲，毋是，是因是咱的食面。哦，所以咱相信什么，就会得到什么，这不变的真理。后来上帝介入这场混乱，讲既然对埃及上来20岁以上的人，未决断哦。就看见我对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就抓应允的地，20岁以上的人呢，看袂到呢。这对因来讲是真大的一个刺激。刚讲有时咱若讲，咱若看袂到咱未来、咱的将来，这是非常大的刺激。安那，底下讲，因为因无安那专心军对我。上帝讲的话，读到什么？基尼西族阿芬尼的囝加勒甲伦的囝约书亚通看见，因为因专心军队耶和华。这真大一句上帝咱啊，讲咒诅的话，乃咒诅的话；讲应允的话，乃应允的话。这专心倚靠军队耶和华非常的重要。以色列人为了这项来付出惨重的代价，所以伫旷野变做啦漂流40年，到迄代的人啊啦，只敢剩什么人？剩加勒甲约书亚。迄个时，上帝才吩咐伫旷野出世的新的一代，进入到这个应允的地。所以，这时当摩西知影家己离开世界的之君，伊也必须心中来选择一位新的领导者。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应允的地。所以里面数27章有记载，摩西直接上帝祈祷讲：赏赐活命，互既然有肉体的上帝耶和华，
愿你设立一人来伫你会众，通伫因的面前出去，也伫因的面前入来，通带因出去，也也带因入来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，亲像无牧者的羊一般样。即个时即个时，上帝指派约书亚，成做一个新的领导者。上帝讲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恁的囝约书亚，伊的心内有圣神，你带伊来，换手伫伊的顶面，互伊徛伫祭司甲以利亚撒甲全会众的面前，用责任命令伊。”佮对你的员工分予伊，互以色列的全会拢听叹伊，伊就徛伫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，以利亚撒就照乌人的判断，伫耶和华的面前替伊求问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直接来看见约书亚伊的忠心甲顺服，一个忠心的人。自然就有信心，忠心就尽本分做伊家己应该做的代志，毋管处在什么款的环境，也是顺境，也是逆境，伊拢尽心尽力来做好家己的本分的工作。那呢，伊的能力就伫遐来得到培养，来得到肯定，也会有信心去面对未知的将来。因为即便咱知影，无人会当叫做一步登天，一步登天。人生的路是一步一脚印，就像约书亚伊中心军队摩西共一样。所以咱都爱直接安安军队，咱的上帝的脚步，一路军队伊，咱才会当进入即个老年甲密的应运的队。约书亚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啥物？就是受竞选诚侪新一代的领导者，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来进入这个迦南地上帝应允的地。迄个是几岁啊？80岁啊！所以咱只看伊上帝有缘使用伊。兄弟姊妹，毋管你已经几岁啊？只要你若愿意互上帝使用，上帝必定要互你的人生加倍的精彩、丰富甲充实。就像这个约书亚共一样，人生最灿烂、最精彩的时刻，就是伫80岁以后。伫民数记34章16节到18节，耶和华阁吩咐摩西讲，要甲恁分地作业的人的名字记伫下底，是祭司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，恁着对逐支派拣一个首领，分迄个地作业。这个是约书亚，伊上重要的工作是啥物？就是除了征服对敌，也要负责上将伊即个即个土地分配落去，通成就上帝应允，互以色列人当得到上帝应允，因先祖的应允因祖先的即个的土地，分配土地，其实咱知影即个土地都会牵涉到即个支派的利益，对无？分地嘛，咱有财产分土地，有没有侵蚀到其他人的利益？有无？这会引起兄弟姊妹有时会相顾，对无？有时会不满，有时会生气，有时会怨愤。其实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咱直接看伊约书亚，我靠上帝所赏赐伊来的智慧，伊忠心伫遐来完成这个使命。伫加勒顶人的辅助下，约书亚甲迦南这个王真正侪年日，最后夺取迦南地侪的土地。约书亚征服阿拉兰，阿拉兰就是大汉南族，应允了伊
少年时所讲过话，伊讲因是咱的正面。安尼时，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所对摩西所讲一切话，将一切的代志拢办好势，并且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家族念口，将土地分予因作业，所以迄个地就伫遐得到太平，无争战。当然，咱知影这个表面上讲无有争战，无竞争，所以咱来知影所面临的危机是搁较大呢。为什么会搁较大？因为啊，当上帝互咱的人生也真顺利、亨通的时阵，伫这真正安逸的生活、舒适的生活中，其都会出现什么？多的诱惑，有时会互咱的心转离开上帝。所以进入这个工地了，以上伫遐生活足久的时间，得到真顺利平稳。但一寡有诶无就走入来，有诶无就伫遐来产生。我想咱若圣经看就当知影。所以一句俗语讲了袂歹吼，我们应该生于什么？忧患。我们应该我们有时候会生于忧患，但是会死于什么？死于安乐。而且人生真大的这个软正甲软弱吼。所以安乐安乐很重要，但是有时就爱警醒，咱甲上帝关系怎样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咱知伫即时已经年纪真大的这约书亚，伊真正深知人的软弱、软正，所以伫离开世间的以前，伊就组织这以色列的领导者来，看免因在刚强，特别爱遵守、遵行摩西律法顶面一切话。唔通偏离左右，我爱敬畏上帝，大大家己敬虔，听耶和华恁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约书亚，伊用伊人生的多经验，对伊行过的人生的经验，伊所经历过，以及因也共同经历过多新的技术，所以伊伫遐见证讲，因耶和华已经用大国强的国对恁的面前赶出，到今仔日，无一人会徛条伫恁的面前，这本土地啦，歹势有时，这第三阶段上一页到今仔日，无一人会徛条伫恁的面前，恁一人要赶出1000人，因为替恁交战的是耶和华恁的上帝，照伊所对恁讲的。约书亚记23章90到10节，兄弟姊妹，咱知影这年纪已经大的这约书亚，伊知影伊家己伫世间日子已经无久，所以伊非常的担心下一代，即系以色列人。伫这样丰盛富裕的物质环境的中间，有可能会迷失家己的方向，离开这个享受福气的源头的上帝。所以伫这伊劝勉，搁再劝勉，伫遐讲，恁着大大家己谨慎，听耶和华恁的上帝。约书亚记23章11节，因为伊真清楚，毋是人有啥物牛。毋是人有啥物款能力，一切拢是啥物？拢是上帝恩典，甲上帝的祝福。这兄弟姊妹，人生啥物人无辛苦？有啥物人一生拢袂拄着困境？阁有啥物人会当事事亨通呢？感谢上帝，患难中有上帝诚做咱的避难所、帮助者。佮伊是咱为着咱伫遐真正的上帝，无上帝人，伊必须家己为着家己伫遐来真正。面对着未知的将来，伊会担心惊吓，甚至会去得这忧郁症、焦虑症、恐慌症，因为伊无依靠，
伊只敢凡事拢会当靠着家己。总是咱知影人是有限的，等于无力来承担的时阵，伊应该怎样咧？咱看约书亚一生，伊并不是非常的事事非常的顺利。第一阶段，伊伫埃及40年做奴才；第二阶段的40年，伊军对着即个做毋对的以色列人伫旷野漂流，总是安那，伊拢无失去即个信心，伊拢无失去即个信心。无论是伫怎样的环境，伊拢安那，伊拢伫遐忠心顺服，尽本分。最后伊家己的什么？伊家己的工作，就算到第3阶段，已经进入即个80岁啊，伊愿意承担艰难的任务，带领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即个迦南地，上帝所应允的地，并且征战不断。怎样啊？伊拢怀抱着对上帝来的即个愿望甲信心。现在这边咱知影，人生就是啥物？人生就是一场搁一场的征战。直到你安那，有一天你若袂喘气的时吼，咱有教伊讲无？会无？啥物人袂甲举手甲我讲？直到你袂喘气迄一日，你才会当得到安息。总是你家己伫遐咧征战的，也是你知影有一位上帝，对你所相信的上帝伫遐呐，为着你伫遐来征战。如果咱若开始知影是上帝为着咱伫遐征战，那呢，无论每一天的征战是我尔啊激烈，我尔啊激烈，我尔啊辛苦，咱拢会当一天会当得到安息。咱就会当呐，会当互你困会饱，食会饱，哦，食会落啦，毋是食会饱啦，食会落，困会好，食会落，重要无？不重要无？即你若啥物人困袂好，就表示你的信心无够，无上帝替恁征战啊，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就是安尼啊！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啊。然后上帝替恁征战，你一定安那困会好，食会落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因为知影上帝是一个真正要将水果好的应允赏赐恁的，就是因为耶和华已经将国大国强的国民对恁的面前啊，赶出去啊！这强国大，就对你有威胁，对你啊性命、对你的生活有威胁，拢甲恁赶出去啊！直到今仔日，无一人伫恁的面前啊，徛立会条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咱明仔来面对这样艰难，面对这样困境，咱一定要有信心，要有勇气。刚强壮胆，像约书亚共一样，徛在上帝为了咱征战，脊椎的抵挡力咧。愿全能的上帝将真实的平安赏赐咱，愿咱一生让咱活伫上帝丰盛富有、搁稳定的中间来领受伊对咱上大的疼痛。愿咱只要来坚持这首，互咱来明白，伫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所面对这困境艰难，拢有上主为着你、为着我来征战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咱三同心来祈祷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听。过来一摆对你的话，伫遮三下是主，阮知阮人确实有限，阮软弱，阮软正，阮无完全。因为阮通过阮伫遮三下鼓励，兄弟姊妹三下分享，三下勉励。伊所伫遮面对的任何代志、任何的困境，阮更加清楚一项，就是阮拄着恶伫当中无法度面对的困境的时，耶和华上帝为着阮伫遐来征战，即种的信仰，伫甲阮当徛在，伫甲阮会当得到平安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知你是赏赐阮好面的上帝。也要赏赐阮丰盛佮富的上帝。当阮伫遮徛在尽阮的本分，准备好阮的时，我们领受你所赏赐遮一切。主，阮的上帝，
可能即时搁再一摆对你的话，互阮得到激励，特别对约书亚一生，伊所面对、所领受到的，以及所得到遮恩典，会当互阮伫遮得到学习。过来一摆，阮将阮所领受到完全恭敬摆咧伫面前，主可以特别帮助阮、坚固阮、锁着阮。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为咱带来美好的信息，回应上帝的话，咱大家做伙来吟诗，新信诗496首，会众请起立。会众请坐，请执照的执事来侍奉奉献，请会众用306首比调。
将车起立，车来迎第4集。会将车坐。咱来读今天的金句。因为耶和华强的对你面前，到今仔日无一人会亚条你的面前，并且就一切你对他这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叫伊所变的话，我要说23这是请大家掀开周报，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来看。礼拜后有第2堂，请服侍的同工继续留下服侍。礼拜后在4楼妇女团区有聚会，主理是王月竹长老。内容是练诗，欢迎欢迎姐妹踊跃参加。下午1点在6楼召开定期长执会，请长执及团区会长之一参加。参加中年松年部5月10号到12日灵修旅游的兄姐，请在礼拜3早上7点25来教会集合，搭游览车前往。5月10日上午10点在教会3楼信仰观查经班，欢迎参加。参加5月13日中部传道部初阶长职训练的同工，请当天8点20来教会集合，搭福音车前往。本会定于5月14日举行母亲节感恩礼拜，会中要赠送每位伟大母亲全年礼券1份，感谢母亲1年来的辛劳。当日有2堂礼拜。本会与土城教会合办儿童夏令营活动，时间为7月10号至7月14日上午9点至下午4点，地点在土城长老教会。招收国小1年级至6年级学生，报名费为2400元，报名缴费享有着早鸟优惠2000元，教会补助一半，家境清寒者报名费300元。线上报名网址详见本会各赖群组及教会首页。报名费缴交给王文玉校长或王思明长老。本会庄牧师林牧师于5月15至18日前往韩国参加台日韩3国宣教协议会，请代祷。不在期间有事请联络直州王思敏长老。中会妇女事工定于5月27日上午10点在新泰教会召开南区联谊感恩礼拜，参加者请在妇女赖群组或向会长赖月娥执事报名。中部松年部定于5月13日在蒙甲教会举办创立37周年感恩礼拜，要参加的兄姐请在5月21日向会长王月竹长老或副会长百祥执事或阿满姐报名。圣经填充题为约书亚记23至24章，以斯帖记1至2章。欢迎使用5月12至18日的新眼光读新眼光经文金句导读。本周寿星有5月8日的谢维仁及5月9日的郑建宏及5月11日的张建平。两位有来。继续。生
愿上帝祝福，日日蒙恩得福。好，奉献征信请自行看，若有出入，请向会计或出纳提出更正。此时，请牧师带我们来同心祷告。咱只是起立，为着咱所关心、所报告，也是咱所需要的，咱伫遮献上咱的祈祷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三个主持主，阮在你听阮，也敬宣阮。阮的教会对这一两年开始 RPG 的祈祷，主，阮领受你大大恩典，通过 RPG 的祈祷，阮有侪阮领受你大大恩典，透过祈祷。阮更加徛在有信心来面对阮所有的难题，做可以继续透过阮的祈祷，会当得到更大的帮助。其他新的技术会当临到伫阮兄弟姊妹每一位的身上。主，阮知祈祷的重要性，可你会当逐时，互阮伫祈祷中体验到你伫阮的生命中生活内面，才会水较好。阮也特别为着阮的教会需要献上阮的祈祷，超出一礼拜长，系新邦希望教会会开拓时间，以及做阮伫遮所行做时间，主可能特别施恩看顾祝福伫阮遮时间的顶面，无论阮的行做，阮的负责，阮伫遮所进展的，拢有上帝你伫遮甲阮三个伫咧陪伴阮，阮会当得到徛在伫所面对的困境。会当得到更大的帮助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将阮的时间、教会需要摆咧伫面前。阮只是为着阮兄弟姊妹中间身躯欠安的、信心软弱的，也替因伫遮来祈祷。可你坚定的心，互因当得到徛在伊的手，坚固伫因的心灵肉体，帮助因伫身躯伫病痛中，无论受伤的所在，无拄着恶你担当的，拢伫摇花律法、摇花你的意志中来得到帮助。主，阮的上帝，可能你甲遮身躯病痛兄弟姊妹三个伫地，以你的手、关顾的手，去做帮助伫因的需要顶面。阮将遮的需要兄弟姊妹交托伫你，出国出外当兵的兄弟姊妹，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因出入来外，拢得到平安。因阮知，阮人的一生的年日所行所做。所面对的，有做些阮无法度预先知，所以阮会当靠着信心，伫遐徛在仰望耶和华阮的上帝，阮要得到你的保守看顾，特别祝福的手也要临在伫阮的身上，更特别也教阮三个伫地。阮兄弟姊妹伫遮代祷，伫遮求讨的，也是阮本身的需要对你所求讨的，主可以特别应允帮助伫阮。所对你求讨的，因为这是阮生命中的需要。但阮知，伫阮的求讨中，阮所有的需要，拢爱伫上帝你的旨意中直接来行，伫上帝你的旨意中亲自来应允，这才是对阮上好的。所以，阮只要有时会听候，阮的等待，阮的期待，甲毋望。这阮相信上帝你为着阮备办的。确实是要更较好、更较水伫阮，做可能特别伫即个信心，甲你中间更较亲密的关系建立下，要来领受你更较大的福分。当即是将阮本身、阮兄弟姊妹对你的求讨、阮的需要、教会需要，也恭敬摆咧伫你面前，可你听阮的祈祷。阮遮的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上营新信诗394首，旧信诗516首，因诗只有车无书足倒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才享受圣神的帮助甲引传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，今天的聚会到此，默祷闭会，请大家在订阅结束后再离开。